的环境。所以我想讲一句话：咱莫行到生命尽头，爱行到生命源头。生命尽头就是讲，咱今日这个世生行了，你这世人行了，今日若假使讲日子较好，你若去到纽营，伫迄个殡仪馆吼，住遐后要吵死，人讲拢吵死人。安怎？遐咧分人帮，遐咧做司仪，遐咧泡，遐咧哭，甚至咧规个内底做老烟，等一句一句送去对面，迄叫做生命的尽头，生命的尽头。但是我甲你讲，人生来到这个生命，人生来到这个过程内底当中，迄你用免惊，你用免惊，因为咱人生记的这口气无来，嘛这是一个插头尔，嘛袂疼，嘛袂安怎，你免惊。但是上惊是啥物件？上惊是你这个肉体放下了后，你要往哪里去？这才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。是你往着处福好土林蛇要用畜生，还是要往住咱家己生命的源头？咱无求老母，咱的弥勒净土，迄叫做生命的源头。咱要等伊啊，甲咱老母面，咱五子老母见面，还要甲咱弥勒大师，恁离咱的弥勒祖师伊来伊，迄叫做菩萨伊，甲伊会面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。你是一定爱坚持，坚持了，坚持你爱行到生命源头。所以思想方面，伫思想方面内底当中，你一定要一直提升。你茫记讲，我在这边懵懵懂懂的讲，懵懵懂懂的说，那安尼非常的可惜。伫这个当中，泰国一年，咱互我讲的1988年，拄27年前，老景祥，老大祖，伊就做因后生做老景祥，因为伊对伊的爸母，伊嘛真感恩。当时咱刘文英先生甲刘文英因太太，迄阵亲口了后，伊就发愿要结婚啦。有一日当中，我周建仁，迄阵周经理，两个当中，迄阵去到的时阵啊，刘大祖伊迄个做小港迄间工厂，甲看讲，这要结婚就带当结婚啦，那根本就袂当结婚啦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咱同学讲这个太结婚啦，咱问讲，恁后生呢？伊讲阮后生去泰国，以后泰国做事业，咱同学阵就想着安尼无是毋是来泰国好？所以刘大叔迄阵就随答应讲，阮后生后尾摆要倒，你着来找阮后生讲。迄阵咱同学含建仁经过了真要办，再去找刘大叔，就是刘炳祥先生。因为伊个人真客气，嘛伊个人修养真好，所以咱老是淡起就要去开放小学了后，伊头前就甲你答应，讲放心你，无要紧，哪会无要紧？即个无要紧，但是因为我袂晓，这我拢毋捌，我无要紧，你毋无要紧，你有一个环境互阮好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刘大叔确实答应。答应了后，经过偌久，咱互我第一批就带少官甲议论，少官甲议论。因为少官甲议论，迄阵拢总10几岁啊，10几岁，经过27岁，你甲算看几岁就知影吼。迄阵拢10几岁啊，经过27年，但是迄阵飞机无飞泰国，无飞曼谷，因为飞机拢飞伫香港。咱伫香港搭一专机，迄阵是有顺续带刘大祖、刘文英先生甲刘文英先生太太做伙去，迄阵咱互其中一帮。拄包括我拄5个，拄去到泰国。去到泰国1个月倒来了后，7分钟了后倒来，我其实刘大叔倒到香港，一本护照内底甲一张机票好叫无。迄阵伫遐，因为伊嘛足紧张，惊伫遐袂当倒来台湾即段。迄个时阵呢，等下咧找，结果迄张机票都验对伊太太迄本护照迄边去，所以迄个时阵，第一届的代志拢记了足清楚。所以伫遐当中呢，这第一件就是泰国的活动吼。所以当咱互我34岁迄个时阵去到泰国，
但是伫泰国迄段当中啊，伫迄段当中啦吼，基本上来讲，迄道路真正有法歹办。各位，语言袂通，文化无同，语言袂通，就是讲，我讲的你听无，你讲的我嘛听无，你讲我不懂。伫迄个环境的内底，当中处理着面对着拢总袂通，隔壁伊的酒家拢洗洗无经啊，洗洗无经你知影无？泰国人讲啊，泰国人讲做暗乱，暗乱就是洗澡间，色情的洗澡间。啊，中多一间分，啊，因为伊迄条路都非常难，所以我想讲一句话，一个变化的经济要再入火起，毋那毋是遐简单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经过了4、5年内底当中，基本上道路拢袂去人。所以若行到迄阵浪漫机场，因为这泰国有一个叫苏拉旺峰，苏拉旺峰就是皇帝的名，这是新机场，迄个机场是亚洲上大，伫泰国。所以就叫做泰国航空的转运站，我伫泰国。但是伊苏拉旺峰，就是伊伫较早有机场，是咱互我27年咧走的迄个有机场。所以咱互我若坐迄个廉价航空，拢飞去迄个有机场。我若行到迄个机场，我还记忆犹新，我还是记了足清楚。上个迄阵的时阵，行入即个机场了后，迄阵4万半无爱来，但是无爱来阁袂使，因为一过来2个月。啊，就当连1个月，最久会当3个月，阁袂就会当互你用。即咱我拢去尝试过的物件。咱离遐厝有事业，厝有囝儿仔事情，但是去到迄个所在，因为逐日就到有道是讲，啊，顶悬咧泡茶，哦，顶悬咧食饭，伫咧泡茶，有道是咱讲，事实迄阵实在是道路诚歹做，但是若到迄个5点外，下晡5点外。因为道亲爱着开一个人，就行入后壁，因为我即马后壁即条正义，即个是我叫哪呢？泰国高大主英明啊，即个名人去甲我翕倒来，迄条路啊，迄条铁路啊，当时我咧行迄条铁路啦，但是迄条铁路毋是像伊翕甲遮复杂，因咱迄阵火车若无来的时阵吼，人规庄吼两边拢迄个切片片，啊行伫铁路顶。啊，即条铁路毋是因的主要铁路，即条铁路就是往东北部的铁路。啊，火车咧行几多种少，啊，拢咱河汉吼，咱一日无过几班啦。啊，咱若到5点，咱有时才开始人，就去行即条铁路。啊，大啊笑一首歌曲，首歌曲咱听我首歌，啊，来暗唱做伙唱我紧啊。
水头看见心爱的道理，只为反情受尽出落泪，可比春菜吹人叹不平，迎难断离。道理为啥物？是怎样忍得袂钱？如为出来暗示，看道理无容易。叹着一阵苦道理，心困困，心了伤悲。离开伤痛，一月过一月，道理老的事都连破面。这首歌呢，最主要就是这个内涵，就是咱师尊老家庭搬山成阵，要把咱的这个道理，无论你是天美甲海角，永远都要传你。今日咱做老母的人，若咱一个囝晓放弃，你敢会无要找你的囝倒转来？你一定无论囝，你伫做一个所在，你就是要把你的囝找倒转来。敢是安尼？尤其若落大雨、若寒冷的时阵，你的心更加酸。囝，你伫外口穿衫有无？你有食饭无？你即有夜底困有无？是毋是咱的心会更加去想着咱的囝伫外口咧流浪？今日咱去到国外办桌，咱是替咱师尊老大爷完成3则大胎的普渡的这大使命。迄个伫个时阵，咱队伍办袂起来的时阵，把首歌曲唱咧老师听。哦，无论是天边海角，哦，搬山又涉水，哦，嘛是要甲你渡，嘛是要甲你渡法。所以咱搁听一遍好不好？好。会晓唱的吼，所有人唱我紧吼。因这首歌曲真有感情啦。咱出去办桌吼，若拄着困难，你把首歌唱老师听吼，老师特别助你。